喲，癌症使乜驚啊？各位兄弟姊妹，大家好，我係一個同病魔打咗17年交道嘅老友記。2008年第一次鼻咽癌，仲係末期。2012年我中風，2013年鼻咽癌復發，因為係原位復發，唔可以再做電療，所以必須做一個揭面嘅手術，將頭骨打開啦，清走入邊嘅腫瘤。嗱，呢度有疤痕啦，呢度有疤痕。2023年喺意大利直播嘅時候，差啲就俾一塊牛扒收咗我檔，差啲啃死。好彩就俾人急救咗。今年前列腺癌又揾上門啦，但係今次嘅前列腺癌，我決定唔做化療，亦都唔做手術同埋電療。我要同癌細胞共存。好幸運，而家我嘅癌指數已經下降咗，但係望住鏡入邊撐到今日嘅自己，我想同大家講，病痛係人生嘅颱風，但係吹唔散我哋心裏面嗰團火嘅。記得當年電療嘅時候電到我喉嚨吞口水都好似吞玻璃咁。中風又令到我走路唔平衡，口齒唔伶俐，講嘢仲係黐脷筋。但係呢啲咬碎牙吞落肚嘅經歷反而教我睇透咗一樣嘢。原來人嘅韌性好似一條橡筋，拉得越長彈得越遠。2023年喺意大利直播食牛扒啃親喉嚨嘅時候，死過翻生之後，我諗通咗，上天留我一條命係要我將傷痕變成一個勳章，以生命影響生命。各位正在化療搏鬥嘅戰友，我知你哋好攰，但係當化療嘅藥水滲入夢裏面，當廁所板沖涼去水渠嗰笪自己甩嘅頭髮請你記住，呢度有一個同你一樣試過半夜攬住嗰個廁所喊，朝早擦乾淨塊面去見醫生嘅傻佬。我哋唔係要做英雄，只係學緊同自己身體和解。至於未經歷過呢啲病痛嘅朋友，你哋係幸運嘅，但係要記住4件事。第一，每年嘅身體檢查唔好拖。我前列腺癌就係抽血揾到嘅。第二，戒煙戒酒就唔係老生常談噶啦。我當年鼻咽癌就係食煙飲酒嘅其中嘅代價。第三，記得買保險，尤其係買危疾保險。第四，學識聆聽身體嘅求救信號。有咩風，因為異樣啊，風吹草動，馬上去做身體檢查。生命就好似煲湯咁，火候太猛會燶，太弱又唔出味。我而家每日都開心過，唔會提前焦慮。任何事情都唔好過分擔心，最緊要學識同癌症和平共處。佢會隨身提醒我哋每一個呼吸都係賺翻嚟㗎。最後，我想同大家分享，醫院嘅窗望出去永遠都有陽光嘅。我哋無論幾辛苦，總要有力量撐落去。呢段路我哋一齊行。你跌低，我扶你；我攰，你撐我。記住，活喺呢度唔係即係唔止淨係心跳嘅。就算我哋滿身針口，仍然要對住嗰塊鏡笑翻一次。記住，大家一齊加油，一齊努力。收唔收到？